后来镜头锁登来台湾来看核属核科技的董事长董子贤，甲花莲县政府地动救灾假付的争议继续来探烧。县长徐正伟昨开记者会，要求董子贤24小时内爱来道歉。即卖时间到了，下晡讲这鲍坤琪甲徐正伟是前后到花莲地检署按铃告董子贤。7月26号，请大家一定要出来投不同意罢免。国民党立委鲍坤琪满面的笑容，甲资深的媒体人赵少康今日伫726罢免投票前做伙积极的扫街拜票，嘛亲身回应核实董事长董子贤所讲的捐款的争议。请他把证据拿出来，我们只有从法律上来，法律来途径来解决。董子贤伫昨日讲甲真肯定，我们公司加我个人就捐了7000多万，捐了7000多万，他说变成是，那我们以为说我们捐的钱应该就好好的用。花莲电视报纸《经城日报》今日报纸半夜的广告写讲，董子贤认证想要捐款予花莲的歌手校方，却受到县政府的恐吓。伫726选情敏感的时期，和这个捐款真在疑云继续咧扩大，是讲这7000万安怎算的？依照平面媒体报道，甲公开资料显示，讲董子贤捌伫2018年、0206以及2024年、0403的地动拢有捐钱。0206地动当时县长是鲍坤琪，董子贤个人捐3000万，集团捐1500万。0403的地动，核实捐3000万，县长是现任的徐正伟。两摆地动包括伊个人甲集团的捐款，总共超过7000万。针对董子贤的讲法，花莲县长徐正伟提出告诉。花莲县政府依法提告，是为了捍卫公务员的清白，还有公务机关这个公务机关的信赖度。下晡，花莲县政府人员甲鲍坤琪有分别到地检署。那董子贤今日嘛有上新的声明，表示讲伊讲的2018年、0206地动，当时县长根本不是徐正伟，是鲍坤琪。徐正伟讲伊若下领导失职，看起来敢若是直球对决，也过伊批评讲这根本是烟雾弹，感觉是咧搬苦弹。董子贤公开替罢免鲍坤琪，又搁讲到地动捐款的种种问题，甲花莲县政府对呛。今后任的县长拢要甲告，不过双方目前讲法无共款，嘛为726选情另外搁开一条战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